兄弟姊妹平安。今仔日是2020年9月29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42篇，出埃及记18章13节到27节，腓立比书第1章15到21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同工。摩西的丈人叶忒罗，会通讲是摩西伫服侍顶悬服侍上帝即个辅导啦吼。因为叶忒罗呢，伊是伫米甸旷野上帝的祭司，也是即个族长啦吼。伊当然也有伊的领导的传统。叶忒罗对米甸来带伊带伊的查某囝甲孙仔来去见摩西伊的囝婿。毋是干那要去找摩西尔尔。当然，伫即个对以色列出来埃及的过程啦，上帝怎样保守啦，也是上帝的救恩啦，伊嘛有非常的关心。亲像一般咱咧讲长辈，也是讲即个辅导对即个所关心的对象会关心共款。伊也非常关心摩西是安怎来带领以色列人即群出埃及的即个过程。伊可能嘛有去注意到即个摩西带领的困难伫倒位。所以伫听摩西的分享甲分析了后，伊就来建议伊爱伫服侍顶悬有分工分站来负责。即句话讲，现在教会形成的概念、服侍的概念，需要即种人服侍，搁较需要有即种同工的参与。换句话来讲，就是讲教会同工愈济，表示即间教会的潜力愈大，伊的能力会愈强。若是服侍同工愈少，甚至集中是某几个人的身上，不但是毋是一个健康的团体，或者是讲教会服侍，也会造成即个服侍者的担当伤大，亲像摩西一样吼。咱对遮看到教会制度的建立啦吼，用现代教会的体制建立，特别是咱讲改革宗啦，是讲长老教会遮的，咱来讲是保罗建立一个教会体制，像讲咱讲小会啦、长老智会这个等等的概念。对初代教会，保罗伫宣教的旅程中间，伊除了传福音、宣扬即个国外的基督以外，伊搁较重视同工的训练、教会体制的建立。教会体制建立，并毋是要建立迄个权柄，是要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模式，要互搁较侪同工会通参与，有搁较侪兄弟伫服侍顶悬有份。即个互咱来思考，规个教会会通亲像一台有咧震动的车，有动力的车，重要的零件。若无咱的教会，也是讲咱的团体，就亲像一台真旧的车，有即个零件就咧拗咧歹，也是哩啦啦安尼吼，엔진也拖袂行安尼。事实上，咱看到叶忒罗教导摩西建立一个最起初的教会领导的模式，这毋是一个个人的主义，一个却是一个真重要的分站、分工建立同工群的一种的服侍。咱看你今经文来讲，也对百姓中间更有才能的，就是敬畏上帝、诚实无懒散、怨愤不义的钱财迄落人，设立因做百姓的时代。有的人管1000，有的人管100，有的人管50，有的人管10个。
所以咱会当看到讲，伊不但设立无共款的负责的同工，搁较有代志的轻重来分别。24节因咧讲对安尼摩西听趁伊丈人的话，拢照伊所讲的去行。摩西对以色列人中间竟有才能的人，设立因做百姓的时代，有的人管1000，有的人管100，有的人管50，有的人管10个人。因照时审判百姓，有恶直的案件就到摩西遐，若是逐项小事，因就家己审判。后来摩西送伊丈人起身，就倒转去本所在。这是整个这个记载。伫这中间，咱看去一个真无共款的领导的特质。一个领导几百万人出埃及的人，却愿意谦卑来听叶忒罗的建议。并且来接受，搁来实行。礼拜日伫分享的中间，牧师也提到，我认为摩西基本上伫上帝眼光来看，伊是一个忠心的奴仆。虽然伊最后失败，但是伊对伊的丈人的建议，会通遮尔啊谦卑来接受，会通想象讲伊是一位顺服、垂听伊迄个上帝的人。腓立比书的记载，咱看到保罗对一寡无共款立场的传福音的人的看法。伊安尼讲，伊讲安尼就怎样，或者是假，或者是真，无论怎样，军队是团基督。我因为安尼就欢喜，也要欢喜，因为我知这个事对恁的祈祷，以及耶稣基督上帝的赏赐，神的赏赐，要抵到我得着救。照我所切心无仰望的，就是我无一项见效。凡事好胆，现今也照平常安尼，或者是对死，或者是对我。基督要伫我的身躯得着荣光，因为论到我，活着就是基督，死就有利益。同工无一定爱行做保罗的同工，或者是讲为着某一个人来做。牧师捌听过人安尼讲，牧师啊，也是讲长老啊，我服侍是互你面子呢。哎呀，这是足无正确的态度啊！同工是为着福音，同工是为着上帝，同工是为着教会的上帝的教会，同工是为着要迎神益人，拢爱诚做上帝的同工。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的9月29号。我们今天的经文是诗篇42篇，出埃及记18章13到27节，腓立比书第1章15到21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同工。摩西的岳父叶忒罗可以说是摩西在服侍上帝的这件事情的辅导。因为叶忒罗是米甸的祭司，这个旷野当中的一个祭司，他也是一个族长哈。那对他来讲，不但只有服侍上帝，他也有他领导之长。叶忒罗从米甸的旷野带着他的女儿跟孙子到这个西乃山去见摩西。他对于以色列出埃及的过程、上帝的保守以及上帝的救恩也非常的关心。正如同一般的长辈或是一般的辅导一样，他也非常关心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的这个情况，甚至他可能也发现有一些困难。所以在听闻摩西的分享之后呢，摩西在分享他的领导方式之后，叶忒罗有建议的将服事的工作分成负责。换一句话说，现代的教会行政概念、服事的概念来看，需要更多人的服事，或是说人人服事，需要有同工的参与。换句话说，若是教会的同工越多，表示教会的潜力，或是教会的能力越强。若是服事的同工越少，甚至集中在某些人的身上，这不但是一个不健康的团契教会服事，
更容易造成服侍者的担当太重，过于沉重，就如同摩西的现状一样。我们要来看到这个教会制度的建立。以现代教会体制的建立，我们特别是说，像类似改革宗啊、长老教会啊，基本上都是用保罗所建立的这个教会体制。我们也说，保罗是现代教会体制建立者。从初代教会，保罗在宣教的旅程当中，他除了宣扬复活的基督，他这个救恩之外，他更重视在同工的训练跟建立。教会体制的建立，教会体制的建立并非是要建立权柄，乃是要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或是说健康的想法、健康的目标，有更多的同工的参与，有更多的弟兄姊妹的服侍，使得全教会就如同一部有动力、有非常好动力的汽车一样我们都是成为重要的零件。否则的话，教会就会如同一部老旧的车子它可能这个零件呢零零散散或是需要汰换，引擎也拖不动。事实上，我们看到叶特罗教导摩西建立了最起初的教会领导的模式，并非注重于个人主义，却是着重于在分成、分工、建立同工群的一种服事。经文这样说，21节，除此之外，你还要指派一些能干的人做以色列人的领袖，每1000人要有一个领袖，然后每100人、每50人、10人都应该有领袖。他们必须是敬畏上帝、可靠、不接受贿赂的人。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看到，他设立了不同负责的同工。在后面接续的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到他更重视在所谓的事情的轻重缓急上面。24节开始这样说到说，摩西接受了他叶特罗的建议，在以色列人当中选拔能干的人，作为1000人、100人、50人和10人的领袖。他们被指派随着人民随时为人民判断案件，遇有疑难的案件，他们就请示摩西，小纠纷就自行处理。后来摩西跟叶特罗分手，叶特罗就回家去了。除了以上这一些制度的建立有轻重缓急之外，我们另外一个方面也看到一位很不一样的领导人物，就是摩西，一位贵为100万人的领导者，却愿意谦卑的听叶特罗的建议，不但是听他的建议，更实际的接受并且实施之。礼拜天在主日的分享当中，牧师提到了，基本上摩西是一位在上帝眼中算是忠心的仆人，虽然最后他也失败了，可是我们从他对他岳父的建议这么样的一个虚心领受的态度，我们可以想见他对顺服那一位差遣他的上帝更是如此。在腓立比书的记载里面，我们看到保罗对于一些不太一样立场传福音的人的看法。他这样说，可是这有什么关系呢？不管他们的动机对不对，只要基督被传开了，我就高兴。我还要继续高兴，因为知道借着你们的祷告，耶稣基督的灵的帮助，我一定会恢复自由。我迫切的期待和盼望的是，我不至于在责任上有所亏负，反而能时时刻刻尤其是现在
具有充分的勇气，无论生死，用整个的我荣耀基督。因为对我来说，我活着是为基督，死了就更有收获。同工不一定是要成为保罗的同工，或是成为某人的同工。牧师曾经听有人这样说过：牧师啊，长老啊，我来服侍是很给你面子了耶。哎呀，这个是非常错误的态度啊！同工是为了福音，同工是为了上帝，同工是为了上帝的教会，同工是为了荣神一人，都是上帝的同工。